小姐競選2025記者招待會現在開始，有請今日嘅大會司儀 Mary 盧玉鳳為我哋揭開今年華小精彩嘅序幕。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嚇！我今日咧就係嚟到喺我哋溫哥華嘅小姐競選總決賽嘅記者招待會當中，我係 Mary 盧玉鳳。咁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期待見到我哋8位嘅華姐啦。咁啊稍後時間咧，大家就可以見到佢哋逐一登場，都係初次嘅亮相。咁啊，今次咧，我哋會見到咧喺大會方面有多唔同嘅安排啦，包括咗大家聽到我哋嘅主題啦，就係、美麗啟航，綻放光芒 ，A Nation Voyage。I'm a woman。佢即係話咧三文四語，個笑容好甜啦，亦都好卡哇伊添。Angela 周曉瑩，27歲，係一名財富管理 Program Manager。雖然身形細粒，嚟自細城市，但志向從來唔細。由16歲起，自己一個喺法國、日本、溫哥華同多倫多生活過，憑住好奇心，一步一步行出自己嘅路。今次參加華姐，希望鼓勵大家保持好奇，勇於嘗試。多謝。Thank you，唔該曬1號去過好多地方生活，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啊嚇。OK， 跟住我哋有請2號 Joanna 傅佳愛。Joanna 咧而家仲係讀緊大學嘅，咁但係咧佢就身兼好多角色嘅，咁而佢嘅夢想咧就係從事食品研究，亦都希望成為一位外交官。咁佢一陣間都同大家打個招呼，介紹下自己嚇。大家好，我係2號 Joanna 傅佳愛，我19歲，是一名 UBC 大學生，同時也是救生員與游泳教練。我常伴水而行，學會在浪漫時勇敢踏出一步。對我來說，勇氣是當大家退縮時，你仍選擇站出來。這次參加華姐，我希望鼓勵大家相信自己，勇敢出發，就能創造改變。多謝。Thank you，唔該曬2號比賽勇氣的而且確好緊要啊！跟住我哋有3號 Sophia 殷千葉。Sophia 咧就係嚟自成都嘅，咁佢嘅性格咧好溫柔細膩啦，亦都有南方姑娘嘅氣質，而且咧佢仲自學咗一口流利嘅廣東話添，唔知佢會唔會用廣東話嚟到做自我介紹啦嚇？Sophia 殷千葉，今年24歲 ，UBC 亞洲研究學系畢業。我細個已經中意表演，享受喺舞台上探索自己。今次參加華姐係為咗實現我細個時嘅夢想，亦都希望鼓勵更多嘅女性勇敢做自己。溫哥華係我成長路上好重要嘅一站，我希望可以代表呢度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嘅魅力。多謝。Thank you，唔該曬3號 Sophia， 跟住係4號嘅 Nicole 陳詠南。Nicole 佢有2個一路陪住佢長大嘅夢想，咁而呢2個夢想咧，亦都一一兌現咗啦。咁究竟下一步係點樣咧？我相信應該係有更多嘅可能性添。我係4號 Nicole 陳詠南，今年27歲，係一位空中服務員。我細個就有2個夢想，一個係成為空姐，另外一個係成為華姐。好感恩我而家已經全部都實現晒。參加華姐對於我嚟講，唔單止係一場比賽，而係一段自我探索嘅旅程。我希望變得更加欣賞自己，更有信心，未來踏上更大嘅舞台，發掘更多嘅可能。多謝。Thank you，唔該曬 Nicole。
跟住我哋有5號上邊不淺兒，上邊有一個好酷嘅 model 嘅身形，咁佢嘅長相好甜美啦，大家見到佢嘅笑容好甜啦，但係其實咧佢本身亦都係一位嘅文藝少女嚟嘅喎。我而家係 UBC 讀嘅 Visual Arts，由細到大我都習慣屋企人安排個路，好少自己做選擇，就好似一幅畫畫布咁，但係用幫我游說顏色。今次參加畫展對我嚟講就係人生第一次拎起畫筆，出手畫出屬於自己嘅色彩。多謝大家。我希望咧，每一次呢個畫筆開始畫嘅時候咧，可以畫到一幅好靚、好精彩嘅畫嚇。唔該晒，上邊跟住我哋有6號嘅 Savannah 黃思韻。Savannah 咧就係讀理科出身嘅，咁但係咧佢亦都好中意一啲嘅藝術創作嘅噃，理性同埋感性兼備，亦都係勇於突破框架，去散發一種另類嘅魅力。24歲 UBC 電腦科學畢業，雖然主修理性思維主導嘅科目，但我一直熱愛藝術，畫畫、音樂同跳舞都係我表達情感嘅方式。今次參加畫展，我希望可以用行動證明溫柔同堅毅可以並存，藝術同科技都可以係女性嘅力量。多謝。Thank you，唔該晒6號Savannah。跟住我哋有7號 Athena 李佩蓉。Athena 平時嘅工作咧就係對住一啲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咧原來另外一方面咧，佢都好中意挑戰一啲極限運動嘅噃，屬於膽識十足嘅一位女孩子嚟嘅。李佩蓉，而家係一位幼兒教育工作者，負責照顧3歲以下嘅小朋友。平時我中意做 gym、跳舞、行山，甚至挑戰極限運動，好似去跳bungee jump。正因為我中意突破，所以我今年決定參加溫哥華華裔小姐。因為我相信，如果你肯試就有50% 機會，但係唔試就係0%。所以我決定踏出第一步，唔俾自己後悔。多謝大家。Thank you，唔該晒 Tina。最後我哋有8號嘅 Tiffany 陳恬儀。Tiffany 細個嘅時候咧，其實經歷過重大嘅手術嘅，亦都因為咁咧，所以啟發咗佢行上護理呢一條路。咁而音樂咧，亦都係一直陪住佢長大，屬於喺佢生活當中唔可以或缺嘅力量。21歲，係一名護理系學生。我中意唱歌、彈琴同夾，用音樂表達內心。我一直相信一半嘅美麗來自智慧，真正嘅魅力源於思想同態度。今次參加華姐，希望可以跳出舒適圈，變得更自信。多謝。Thank you，唔該晒8號，亦都唔該晒咧咁多位嘅佳麗嘅。咁好啦，8位嘅佳麗咧，11月27號晚上咧，大家就會見到佢哋嘅舞台上面嘅風采啦，見到佢嘅5號佳麗上邊不淺兒。跟住落嚟咧就係成日都飛嚟飛去嘅，咁但係佢依然好貼地，好中意親近大自然嘅4號佳麗 Nicole 陳詠南。之後係擅長中國舞同埋書法，充滿咗傳統中華氣質，舉手投足咧都一樣咧，就係透出呢個書卷味嘅佳麗
Sophia 殷千葉。仲有呢一位樣樣皆精，學業、技能、興趣全部都唔輸蝕，真正嘅多棲實力派。2號佳麗 Joanna 傅佳愛。最後登場嘅係語言天分出眾、性格好動，但係都好親和，仲好中意分享美食嘅1號佳麗 Angela 周曉瑩。請大家再俾熱烈嘅掌聲俾我哋今年嘅8位溫哥華華裔小姐。咁啊，希望咧佢哋喺決賽當期咧可以發揮到最好嘅狀態嚇，帶俾大家一個難忘嘅舞台演出。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到一啲影紀念照嘅時刻啦。我哋請新時代電視西岸副總裁及副總經理葉一滔先生上台，麻煩阿 Tom。咁啊，同我哋8位佳麗一齊合照嘅。唔該晒，1、2、3號，跟住我哋有4號、5號、6號。好 ，thank you，唔該晒，4號、5號、6號。睇到我哋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嘅總決賽㗎啦，亦都可以一齊見證華姐嘅誕生。咁我哋今日嘅記者招待會咧就差唔多到尾聲啦。咁啊，最後提翻大家啦，如果想參加我哋頭先講過幾個遊戲，包括咗美容閣誰是冠軍競猜遊戲、六福珠寶最上鏡小姐競猜遊戲，又或者六福珠寶嘅攝影光環攝影比賽嘅話咧，記住了解資料咧可以上到新時代電視網站嗰度，同埋記得報名添啊嚇。OK， 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多謝欣賞緊 YouTube Live 嘅朋友啦。咁啊，現場嘅觀眾朋友咧，大家可以留步嘅，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唔同嘅影相環節添。咁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啦。到時11月27號晚留意我哋溫哥華華嘅小姐競選總決賽。多謝大家 ，thank you。